幣圈最近勁多好消息啊！你哋有冇跟到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今日用1分鐘時間同你深噏幣圈大事。第一，全球第2大穩定幣 USDC 發行商 Circle 6月5號美國上市，首日股價一度較上市價高2.35倍，呢一單係加密貨幣同傳統金融融合嘅大突破，亦都代表住穩定幣趨向主流。第二，投行摩通準備接受加密貨幣作為貸款抵押品，證明傳統金融市場都開始認同加密貨幣嘅地位。第三，特朗普又出招，繼推出佢個人同埋老婆嘅 Memes 幣之後，旗下社交平台 DJT 計劃設立直接持有 Bitcoin 嘅 ETF，進一步表態撐加密貨幣。呢幾單消息短中長線都利好幣圈，坊間又點睇 Bitcoin 目標呢？渣打話年底有機會見20萬美元，木頭姐更加誇張，話2030年有機會見240萬美元。你哋又有冇留意幣圈消息呢？對加密貨幣信心有幾大？留言話我知，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觀察名單 Kobe 美股財智密碼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